公司坐台，舞鸟渐渐甲义讲，打开嘅系业业是50年前美术浪展西腿，台湾空军时红嘅笔美。那美国它为了要执行对大陆的一些特种的做那个资讯的收集，比如说核弹的那个研发进度啦，或者说是一些战略性的这种影像情报的收集，因为这样所以派出了这个黑猫中队的这个任务。他们这么多年上是相当的辛苦，而且因为任务性质的关系，本身的那个任务中队非常的低调，而且非常的神秘。那对保护台湾、保卫台湾的安全其实是很大的一种贡献。当然，这种贡献在那个时代是绝对机密的，不能曝光的，因为是中美所合作的一种情报的一种工作那那个时候，因为大陆始终要解放台湾、学习台湾，我们也要反攻大陆，所以呢，变成说我们对大陆必须要很多的关于它的内地或者沿海的或者个重要军事据点的这种军事设施。后来真的也拍到了他们有试爆核弹的这种情报，而且呢也拍到了关于他们导弹的一种基地。美国出飞行机，台湾出日，全世界最难背嘅 U2 侦察機，老舞鳥種取最優秀嘅飛行員。1961到1970也是3年之間，總共有28個新人加入，其中有10個人犧牲，2個人本人做起來。在起也找東道新中印度地嘅名額，佢家用時就係因為這項舞鳥任務嚟高興。朱在熙他是本省籍的，是一位客家的那个同胞嘛那他的殉职是因为他们在一次训练任务中夜间然后熄火降下去之后，他的跑道长度不够他滑行，所以最后就冲出了那个跑道头。老家用時嘅國防部長蔣經國強下協商，在起仲能貴姓東定港嘅軍服小到東河，係新部嘅客家肢體，第6本侵入嘅印象就係嚴謹又聰明。他很 serious 就是什麼都一板一眼。佢從小佢做嗰度老太老妹就標杆人佢讀書又前世嘛，後生嗰時咧就當聰明當殘啦所以佢初中畢業之後，開始共黨講不下睇這個又苦，所以開始應該各位嘅先生鼓勵佢繼續去考空軍嚟學校。喺民國32年嘅時間啦，開始整個啲本田人來考軍校係前哨，所以佢去到之後，也經過一隻情感過熱啦。不過佢是用啲客家人家種嚟精神啦去打拼。用當優秀嘅先知讀軍校畢業，今年舞鳥種取這項重要嘅歷史任務。從32歲結婚8年嘅在起，他們看到自己嘅女兒出世就犧牲咧。我睇佢係民國55年2月17出世先嚟，所以佢翻咗入嚟之後就梗係我接咗人出世啦出世即都係我個下葬嘅嘢啦。戰亂期間犧牲自己嘅生命完成任務，係家用是貴州西退軍人嘅青草老精神。在起嘅老太在起，部門未做嚟背管，強用係奉獻基督嘅違規自信。各個國度探下表當嘅中二春假และ習作時，見證了舞鳥種取嘅傳奇，還有中二客家嘅故事。我空軍嗰個實驗室幫助飛行師，我動作都係學飛行嘅時候，我個出來嘅事情。本身都講共黨講我爸我妹，還有我阿叔阿伯叔妹伯妹咧，就全部夾埋我講，我而家咪條路唔好做啦。我開始我20歲一年，當時想講，我是心愛做呢種係飛行員，你下就講路到行到就半支欠住步腳添啲，所以我當時講，我係當堅持我安尼做下去。安通風嘅碰撞係家用是舞鳥任務，也天風在台灣提起 U2 飛行機嘅位所。事件倒轉到50年前，碰撞面前天然界就係世界最難死嘅 U2 飛行機。事件高鐵歷史變化，從當嘅標誌也唔係舞鳥係福利咧，顯示出兩片已經換嚟動作嘅主意，因為動球冇長咧，碰撞當嘅鐵皮都本風采最變態咧，行而重風嘅內部咪係一片空落落嘅。看到了摩天佛服務嘅長廊，還看到了片有一間建房哦。雖然講了片係空落落嘅，不過在下晝之前，佢都係用了首張飛行機架拉佛嘅建房哦。
個行出嚟，你就得看得到倆動態嘅範圍，就係該用是有土費用機才突然具體進行修償嘅碰撞哦。雖然倆強係一隻冇人管理嘅球場風，不過又會解脫烏鳥到有土嘅歷史，就係其選材嘅關鍵價值。不過當都嘅推動嘅突然空空上計劃，可能會留其長體，直到烏鳥種植歷史概念，都為其嘅留存表達關係。他們願意這個不成功不必成仁這樣的一種精神來保衛台灣這個是一種對那個時候台灣安全非常重要的一種貢獻當然應該保留下來。新竹呢，他們已經成立了一個展示館，那我們桃園有這樣一個先天的一個條件，我們覺得應該好好保留啊。但像係重逢控後，可能還冇辦法調出烏鳥過去嘅歷史老信息，先從人嘅突然人中啟用，還提出嚟進一步嘅規劃。老嘅本來天航下一下有嘅航空博物館嘅東西搬過來向下標向下來展示，最好你桃園人準備好了。長春島嘅流行片，進中嘅烏鳥歷史文物，係講做得好好嘅整合，規劃主題展示點。就似乎兩種人氣嘅公共模式來做，做得帶動地方經濟發展嘅，唔單止係空空上嘅建設。不過呢確實需要當到相關單位嘅認同到共識，歷史就有可能本出現嘅機會。